位于云林北港马祖大桥卡的北港砾经厂，是用生态的工法来净化着污水甲雨水。因为设备老旧，风厂征收，伫今年完工来试营运。除了要规划做一个环境教育的场域，嘛要提供导览，互更较侪人来了解到污水净化的过程。北港砾经厂用生态方式处理垃圾水，根据统计，当年才会当净化1万吨的垃圾水。因为设备旧，北港砾经厂伫咧3年前征收，嘛伫咧今年完工试营运。北港砾检厂主要是要收集都市计划里面的一些污水，然后来这边经过净化之后，然后再排到北港溪。我们目标是让中度污染变成轻度污染。利用微生杯分解水内底的垃圾物，达到净化功能，是砾经厂上大的任务。水利处讲，经过几站的处理，这水内底甚至有鱼仔出现。砾检厂的原理主要跟我们家里在过滤滤水器类似，中间有一些过滤的工具。我们的工具是比较生态的石头。希望透过砾经厂的环境教育，让民众了解垃圾水的处理过程，达到水资源搁再利用和守护河川的目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